其實咧，我成日咧玩比賽咧，我講俾大家，我都係攞唔到獎嘅。係因為其實我覺得唱歌呢樣嘢係好個人，大家嘅品味都係唔同，你中意嘅都唔同，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，就算你喺比賽度攞唔到獎都好啦，我都唔係代表一切，即係我可能我今次咁樣企上舞台度唱歌做自己音樂，其實我呢個建構自己嘅世界最緊要，即係相信自己，就算攞唔到獎、贏唔到都唔緊要，即係如果你真係好中意唱歌、好中意嗰樣嘢，你就要繼續為咗呢個夢想繼續去進發。我講下我第一次參加歌唱比賽嘅時候啦，嗰時係小學啦，都好耐，真係好耐，20年前都嚟。咁嗰時係即係第一次參加啦，呢個人嘅震到咧係冇辦法唱到一個，但係個評審又好好，哇好緊張，你再唱多一次，慢慢嚟。佢諗俾我唱先，叮我走嘅。佢係好 nice 嚟咁樣，但係諗起第一次去到我今日再企翻喺度，跟住再睇到其實我都同學仔其實都好勇敢地去上台去表達自己，去用唱歌去令到大家中意自己。呢件事其實需要好大嘅勇氣啦，咁所以都係好 appreciate 大家都即係肯鼓起勇氣去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咯。我諗翻起，我成日會同啲參賽嘅朋友講嘅，你當自己咧喺浴室嘅狀態下唱歌就得啦，完全一個人辛苦。呢啲係你講因為嗰個狀態下咧，我自己都會啦，成日咁嚟唱歌啦，跟住嗰個狀態下係會最放鬆同埋做到你自己最好嘅狀態。even 可能上台你都要攞呢個狀態出嚟。